之一心一意，依托三宝之后，纵有命难，也不应舍弃三宝。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呢，有平常比较偏安的时候，有一点点可以做善事的这种意乐。做善事做了一点点，好像觉得更顺利，从实践的方面，以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好像就更愿意做更多一点的事情。但是人生就是人生那么人生的这种任何一件实践的小小的事情，都会有那么多的障碍的情况下，修行这么殊胜的一个事情是一定会有更多的障碍。所以遇到一点点的障碍的时候呢，那么就对修行的心也没有，对能够得到这种解脱的心也没有，都会放下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所以就是要经过六度波罗蜜当中的这种精进心、忍辱心，然后安定心，这些的需要都是在这里的。如果没有精进心，你修不好；如果没有坚定心坚持不了。那么如果没有忍辱的心，那你辛苦的时候不想再做功课累的时候也不想做功课，你今天做功课，明天做功课，后天做功课，然后就连续一个礼拜一个月做很多功课，没有太多的感觉，还是越来越累的情况下，你也会放弃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前面也已经有讲过嘛在那个德罗巴尊者跟那鲁巴尊者的故事，门来巴尊者的故事等等这些很多的，还有那个长毗菩萨的故事，这些都讲过嘛。这些都拿过来，然后我们的辛苦跟这些长毗菩萨当初用自己的血肉作为卖物，然后换来的这个金钱作为要供养，为了是什么？为了要得到智慧波罗蜜多的这个方法，要得到这个法门，所以他就能够舍得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身体，以这些跟过去佛陀做过无数次的为了十具法而放下所谓的自己的这个生跟生命的这些故事。那这些呢，就是平常我们要想起，然后再真正的使用那么就自己就能够可以在更要发愿，更要勇敢，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菩萨都是我们在藏文里面来说的，就有一个永实的一个名称。为什么菩萨跟永实不是什么那个怎么说呢？打仗的时候不怕死的，然后杀敌非常厉害的，杀敌人非常厉害的那种，不是叫勇士吗？那是从时间的一个名词来说到这样的。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勇士呢？菩萨是利益一切众生，他就不辞辛劳不怕辛苦。所以我们在这个皈依经当中呢，就是在莲花生大师的右边的这个所有的菩萨都是在莲花上站着的，这就是表示菩萨为了一切众生，在一时一刻都不需要坐下来，一直站着的，不怕辛苦，不怕累，他是非常勇敢的所以就是所谓的勇实勇母在莲花生大师坛城当中的这些勇实勇母，平常在我们念经的时候也是会出现的勇实勇母这些事，那就是男女菩萨之本性，都是菩萨，女性菩萨跟男性菩萨叫勇实跟勇母。所以我们就是要作为佛门弟子，也是要很勇敢，能够可以忍辱，不能就是一点点风吹草动的情况下放下自己的修持，放下自己的传承，放下自己的解脱的，那么这说明什么？那就是不勇敢不能坚持，没有坚定心。那么这一世当中获得了这么殊胜的因缘跟佛法传承的这个缘分是
肯定不是你这一世太厉害，你这一世有什么样子的功德才遇到的。那么过去生的一些善的功德还没有结束，所以就这一世当中，你就把它就送走了，说明就是接下来呢，开始就是所有的业力，恶的一些因果是会产生在你的身边的。所以呢，下一世也许肯定也不是人，如果是人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不会有比这一世更好的福报，那就更没有办法遇到佛法所以这些呢，就是要知道这种时候我也许可能是过去的业力所感到，因为过去的福报还没有尽，所以遇到了佛法，但是过去的业力是太可怕了，所以我可能马上会失去对佛法的信心，对修持的信心，而且是精进行动马上会失去的那个，我必须得要怎么说呢，就像作战一样的，我必须得战胜这些的一切的烦恼，因为一切的烦恼来自于我过去的造业的，所以我不但把过去的所有的业力清净以外，我就这一次开始一定要奠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福报的基础，一定要得到解脱，要有这样的心来精进。所以这里就是有纵于命来也，不因舍去，就这个意思来说的，就不能轻易的放下，不要说是轻易的，遇到了多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从内心当中不能放下对三宝的皈依跟对三宝的这种依赖跟依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前印度的一位居士被外道徒抓住，他们说，如果你舍弃皈依三宝，就不杀你；若不舍弃，就杀你。他回答，我仅仅在口头上可以舍弃皈依三宝，从内心绝不可能舍弃。最后这位居士被外道徒杀害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做到这样。那所以从这里是一个关键。那一天那个居士如果比较聪明一点的话，他可以假装说我可以放下，他内心里面就可以不放弃，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杀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是肯定会说我可以你不要杀我就可以了。那你们会不会不知道？也许你们里面其中有些人就说我坚决反对你们的想法，我肯定不会放弃皈依三宝，也许可能会做得到。但是如果是我的话那可能那一世的生命失去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过去的那些修行人就像我的上师，那我们共同的上师老上师鲁巴仁波切，那他的这一生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是太小了，就没有太大的感觉，不然我们也在的时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70几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是本身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左金寺的所有的一些上师们跟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全部都已经大师的大师，然后就官司的就官司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呢，那有一天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所有的左金寺的这些三宝所依，佛像也好，然后法器也好，这些全部通通都是收到那个乡政府的仓库里面。那个时候呢，就是当地有几个人晚上去偷来了，偷过来了以后呢，他们就藏到哪里？藏到好像听说是他们藏到就是他们自己的放那个牛粪的这个那个屋子里面。那可能是后来怎么样子的情况下，反正就是查到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回去了。拿回去以后就是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个大会上把所有的那些佛像跟法器都展出来，然后呢就那个中间呢就是他们就叫老上师上去给他讲说，你就先介绍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个东西。
这些东西什么什么什么。那老上师他自己的，他自己呢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老上师他们是被打的次数是已经是很多次了，不只是那一天，但是那一天也是又非常凶，然后就是叫他上来介绍。老上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连讲一句法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我能够可以作为用这些三宝所以作为一个给所有在场的人作为一个灌顶，他心里就是发心可以灌顶。所以像比如说今天拿一个佛像在树上，就说这尊是文殊菩萨，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这尊是文殊菩萨，有信心的心里会知道祈祷文殊菩萨。那上师的起心动念也是这样，就给他们做一次灌顶。他就像这个时候也是有得到了这么一个灌顶的时间，他就像他自己呢，就是不管是其他的干部们怎么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这些的东西都是这个相当于是左倾寺的犯罪的证据，相当于这样，你们过去收藏了那么多的法器，那些东西都是那些金钱都是从民众的手上来的，什么就是人民的钱什么的，今天呢就是给人们做一个交代，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嘛。但实际上老上师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今天都有这么好的一个殊胜跟因缘，可以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三宝所以来做一个加持。这样想，他一个的介绍，那个时候有非常殊胜的一些佛像跟法器。那么全部做完以后呢，最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那当然就那个时候所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些文物是不会留的。不会留的话，那这些佛像全部都是经书这些东西，那必须得要砸掉砸掉的时候，他们就是拿了一个很大的榔头放在前面，然后让中国人过去砸这些佛像。那今天把这个任务就是你的，你必须得要砸掉这些佛像。那这个的意思来说你是在现在走亲的当地呢最有信心的一个人，那你必须得要你把你的佛像砸掉，这样才是你的命运可以再看我们要不要杀死你，其他没有任何机会的。那老上师那个时候的发言是什么呢？他就没有去砸佛像，同时他说他不能砸佛像。那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砸佛像？他就是举了一个例，因为你们是共产党的党员，那么你们今天如果是有一个毛主席的像，你们可不可以砸？我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比丘，所以我也不能砸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他以这样发愿，然后这样回答，然后其他他们就打老上师打的就好像快死了一样的。那就后来呢，就是家人们就是大会结束了以后，那家人们就要收尸，那就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死。就这样很多次的时候都是坚持的修持。那这些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讲的课里面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哎呀，好，那我们就不继续讲不然就讲不下去了所以过去的这些修行者，高深大德们的发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要跟着他们学习的佛门弟子。那么在观音菩萨长毗菩萨以及所有的诸佛菩萨为众生为佛法流出的眼泪是不少都不是为了自己。就像刚刚我讲的一样，老上师的故事一样，老上师不是怎么说呢？不重视他自己的生命，他当然也非常重视他的生命。他平常生病的时候也是吃药，头痛也是吃药，生病也是吃药，看病
所有的这些饮食也好，各个方面都是跟我们人一模一样的，所有的跟我们普通人一模一样的，都需要要注意要注意保暖它也一样的会，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一样也会感冒，都必须得要注意。感受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佛法、对三宝、对皈依的这种戒的重视就不一样。我们生病了，我们也要吃药，但是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能会说，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赞佛像。但是真正的修行人就不一样，生命很重要，但是佛法比生命还重要。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利益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安乐之源头是佛法，没有佛法的情况下，众生没有办法解脱。没有解脱的情况下，世间的任何的安乐感，世间的任何的利益都是短暂性的，都会有变化的，没完没了的，轮回是没有头的。无数的时间到一直不断的在轮回，但也是没有说哪一天会结束。只有众生解脱的那一天，才是没有继续轮回。所以这就是轮回的之际。所以呢，能够可以达到这个的方法，就是只有佛法才能够达到，没有佛法就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佛法在哪里？佛法就是在人的意念当中。那如果是没有人的这种对佛法的信仰感弘扬的情况下，那么就不存在佛法的，没有办法利益的。所以就要讲课、听课、学修，这些都是人类要进行的。人类进行的话，这就是利益佛法。利益佛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所以利教跟利众这两个就是佛的最重要的事业。同样的，在这个刚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就像老上师他们一样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在不管是藏地也好，在汉地也好，许多的高僧大德都是留下了这种殊胜的这个历史是不少的。那么再从过去在这些佛为了施具佛法，能够可以在放弃一切的，留下这种非常殊胜伟大的这些历史呢，我们也可以再参考，可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更要有那种感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学习。自本作累